发到一个视频，女子因疫情封控在家绝望自杀了，还有一个在群里崩溃大哭，因为被居家隔离，公司要将她开除。她说：“我已经对生活没有希望了。”还有各种贷款还不上的，咨询银行能不能晚2个月还，银行说没有接到通知，逾期不还，你的信用就会受损。于是有大批的人开始焦虑，开始恐慌，开始崩溃。疫情发展到今天，让大家觉得疫情并不可怕，没有了希望才是最可怕的。刚来疫情的时候，全国上下万众一心，居家隔离就当给自己放了个长假。我们也坚信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，面对别国的防疫政策，我们在嘲笑他们，觉得他们人口少是有原因的。而后众多专家出来稳定人心，研制疫苗，然后看着逐渐清零。口罩佩戴已经成为日常，就连1岁的宝宝下楼第一件事都知道戴口罩。说过年风险大，不要聚集，所有人也是响应国家政策，就地过年。有些人已经3年没有回过老家过年了。大家都觉得只要把疫情控制住，做什么都是值得的。大部分人苦苦撑了3年，失业、破产、倒闭、负债。防疫政策3年没有改变，有个病例马上全员核酸，封锁政策层层加码。我们支持防疫政策，我们也知道谁也不想有疫情的发生，但我想说的是，已经3年了，而且以后疫情可能还会随时伴随着我们。那能不能以后防疫的同时也解决一下民生呢？我们在家不能上班，也就意味着没有收入。这个时候，生活物资一再上涨，大白菜成了奢侈品。一块原本只需要3、5块钱的冬瓜，现在需要20块钱。老年人因为不会使用微信，买不到菜，而苦苦哀求的画面让我觉得，难道只要不死于新冠，就算胜利了吗？